后来哦，疫情稳定，打来会当挂嘴暗来唱歌。台湾笔合文化协会鼓励大家唱歌来研议，推动着笔合杯全国歌唱的比赛。参赛者跨过年龄的限制，老中青同台来飙歌。上高龄是90多岁老阿公，这个台顶台卡一片的欢乐。 大家拢挂嘴暗来唱歌，好歌一首接一首。参赛者包括老中青三代，笔合杯全国歌唱大赛即天伫丰原顶场，吸引150位爱唱歌的民众，连高龄90多岁阿公嘛拢到现场来展现伊的好歌声。大家就以歌艺来取胜，所以语言就不受限制。第一次参加那么盛大的舞台。 疫情稳定了后 ，KTV 等等的歌唱活动陆续解封，鼓励大家伫后疫情时代，嘛会使以歌声联谊放松身心。音乐老师出身，嘛是台湾笔合文化协会理事长张清良，推动这场全国性的歌唱比赛。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唱歌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甚至对唱歌对疫情也有帮助。 不错啊，很好哦，听大家唱歌很好哎，心情也不错，心情轻松。经过几啊个月未使群聚的疫情生活，这摆歌唱大赛，大家除了会使展现好歌声嘛，用心打扮，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歌唱比赛，众人嘛拢真有实力，好台顶大咖拢真快乐。